生，是温柔女生的，对啊，它是很薄这种蕾丝，真的是超级厚实的那种，对，它是蛮可味的。然后它的袖子这边也做了一个这个松子带，然后穿一个色，然后呢，其他加强，然后就这样子有点散开的感觉，有点小喇叭的那种。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做短发结的，这样子一个导音型的这样子从这边到上。然后一也是选手的关键，然后这种小短发，我觉得搭那个洋装啊，或者这种高腰裤有点更好。然后我觉得它颜色做的很特别，像我这个是有点水蓝绿色的感觉，蓝色，对，蓝色到蓝色，大家喜欢那种水蓝水蓝的，然后跟杏色的这个粉色的，这个粉色比较偏粉质一点的粉，都很不错。就这样子非常理解，你就把它标榜成一个照片，然后这边就有一个中底带，所以我把它剪成一件上，对，一件上身，绑起来是它这边会这样子，然后这里是完全加上边缘特色，哇，然后颜色就比较特别，比较多是比较亮的，还有粉色，温柔的粉色，粉色搭裙子，我觉得搭裙子就是这个比较暖的颜色最好。这男生你们这个约会的感觉，对啊，就透过什么，然后杏色就有点黄黄的，黄黄的，我觉得搭裙子搭会花裙搭今天的裙子或纱裙，这真的是小公主的感觉，对，它阳光颜色，然后这个照片，好专注。你看它的这个花型花瓣，对，它其实主要还是植纹，对，植纹它里面的带一点点花型在里面，花型对。